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平安。主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今天不管你的心情是喜乐的，或者是疲惫的，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阿们，好不好？我们现在起立，彼此说：主内平安，主内平安，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平安，主在我们当中。今天耶稣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更深的来渴慕我们的主。我渴慕你能力，主你的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宣告说，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唯有耶稣。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你为我全心信让我们举手来敬拜，在你没有难成，一起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耶稣，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为我全心让我们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更深的对主说，我渴慕，我渴慕，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难的事宣告出来，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唯有在耶
稣，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面凡事都有能。因为你的名是耶稣。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有那说不出来又大又难的事，主啊，都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再次说，因为我全心信靠你，因为你的名是耶稣，我的主。耶稣，当我们再次宣告你是主的时候，主求你把你的宝座设立在这当中。主啊，求你张开你儿女的眼，看见你荣耀的同在。求圣灵帮助我们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把我们的难处交给主。哈利路亚！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耶稣也承认你是再一次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我们承认耶稣，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你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弟兄姊妹，更深更大力的来说，耶稣是主，哈利路亚。耶稣，哦，耶稣是主，耶稣，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耶稣是主，忧虑不是你的主，失眠不是你的主，病痛不是你的主，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主，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主，唯有耶稣是你的主。哈利路亚！指教我，耶稣，深深的说，恳求圣灵。再更深的说，恳求圣灵，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我们不仅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今天更大声的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主，当我们在忧虑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主，让我们转向你，知道你才是那我生命当中的主。主，帮助我们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转向你。
主不是我们信心有多大，那是耶稣，你就是那至圣至高的主。让我们清楚知道，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要显明你的旨意。谢谢耶稣，也祝福今天晚上我们的敬拜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牧师、师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平安。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要滴下子油。我是台市区的美英。今天我们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台市区有弟兄姐妹们，很勇敢的，很盼望的，他们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他们呢这样子非常的认真哈，所以我也不用说太多哈。然后我们以下就是我们为台市区来让我们知道一下台市区整个的一个小组哈。他们这一年来我们来回顾哈，就是因着这样迦南教会有的一个意向，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对外是宣教的教会。也是成为我们台市区的目标及动力。感谢主，让台市区有愿意起来牧养的小组长们，还有弟兄姐妹，感受到真正属灵的大家庭的温暖。以下呢，就是台市区各位组长和姐妹们要来数算恩典、见证主恩的时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要看掉 ，OK， 好。我要指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台市区哈，在一整年哈，我们要来感谢神哈，在我们小组里面有很多的事工的活动哈，往上，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没有练习，好，往上哈，这个就好了，好。好，这是台市区那出游的一些照片，还有我们在主日献诗以及我们的外展的一些福音活动。还有这是我们丽英小组长特别的恩赐哈，他会教我们做很多手工，这是其中之一而已哈。现在在透大也开了很多的课程，我们都一定会支持他，去跟他这样子当他的学生哈。在座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哦，好，还有在长照中心报家，最后一张要特别看一下，右下边这一讲哈，牧师哈，还有我们的区长老哈，他们都每次都非常支持我们哈。然后虽然因是安怎吼，不管你若是有闲无闲，都想讲找机会就是要来给我们参加，给我们打气安尼哈。这右边这一张照片是我们最近的一个重阳节的一个活动。好，接下来，好，这是再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最后面这张是快乐读书会，这张很棒哈，是我们最近的活动，我们在妙妙姐的家了哈。我无经过伊同意就给伊抛出来哈，歹势啦哈。不过这地方我足温暖的哈，就是也谢谢钟伟长老跟君妙姐哈，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哈，让我们能够约我们去那边哈，每个礼拜三去那边引导足好聊的哦哈，阮底下食足欢喜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见证会哈。好，第一位呢，我们请美秀小组长。大家平安，我是喜乐小组的小组长美秀。今年我接任喜乐小组长的职位时很开心，因为可以为主做事。我是要响应牧师的呼召，他说迦南60周年要兴起60位小组长，我就感觉神要来复兴我们的迦南教会。因为牧区要做调整，所以我们的那个美英区长就被派担任我们的台市区的区长。那喜乐小组就缺一位小组长，那当下的情况是原先被看中的姐妹她没有受感动，要担任小组长，她还没有预备好接下这个职务。这时候我就觉得说，再一直讨论，再一直拖延下去，
开会的时间会不够，好，所以我就很勇敢，我说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好，那为了要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又要适应新的工作关系啊，我又很着急，所以我就没有做足小组的关怀，然后导致有很多的跟区长有很多的误会。那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姐妹哈，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互动啊，导致我的小组员都没有很乐意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哈。那我工作需要非常投入，刚开始我第1年接这个职务，所以我就很紧张，要赶快把那个工作上轨道。然后我就考虑说，是不是服事要暂停，所以我就要请辞这个小组长的这件事情。他这当中神很奇妙哈，他透过诗歌，他说这一首歌叫做《咱就三听》，来提醒我说，马太福音第5章23节说：若你在祭坛上献祭时，想起弟兄对你怀怨，就应将祭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也因为这首歌，我主动写信给我的美英区长道歉。那我们也厘清了一些误会，所以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要来交棒给这一位受呼召的姐妹。那神透过很奇妙的经历，让她愿意接棒啊，我也完成我的阶段性任务。那这个经历就由她来讲。那现在我们来欢迎纯净姐妹。首先我要谢谢美秀小组长哈，那牧师娘，长老执事会友，大家平安。我要讲台语哈，我用台语讲哈。好，前一天暗时的时阵哈，我梦到讲我去拒绝区长哈，我甲伊拒绝啊。我醒来的时阵，我就是讲啊，这就是一场梦尔啦。啊，第2天的时阵，区长找我讲话。伊讲叫我要来接这个喜乐小组啊，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毋是一场梦啦，啊贵哥啊，我上届支持我的贵哥啊，伊这年小组长的经验啊，伊甲我劝勉，伊甲我鼓励，伊甲我讲只要你有一粒愿意的心啊，神就会加倍给你顺福就是蒙福，好调就是圣旨教。所以因为是安尼所以我以更较谦卑的心求主教我怎样安怎带领阮的小组过来就是讲我要感谢主是主带我入来这间教会我家己一个单独我入来这间教会我伫喜乐小组的时阵我去互伊倍增去甲迄个恩典小组我其中我甲迄个阮的丽英组长有险嘛有苦嘛有甜所以我为当初的4人即摆已经变做10个人稳定聚会的小组所以如今仔日主阁带我领我转来这个迄个喜乐小组喜乐小组是我的妈妈我心内感觉有一种足好的温暖我这7年来我为红爷甲我饲甲大汉，所以互我的生命变甲较早拢无共款我对伊有足深的爱甲感情我嘛要说一声多谢多谢我的妈妈安尼来甲我栽培过来咱就是讲陪伴是一条足远的路我若陪伴迄个这个无道友尤其是因遐的心灵拢足软弱的这个我的对象都是长辈者长辈者所以我爱陪伴因哭，我嘛爱陪伴因笑到尾我就是甲伊带甲来主的面头前这就是我入来这间教会我上愿意做的代志这老目屎也精致的会出欢喜的声收歌这伫迄个诗篇126篇第5节过来最后我
要来对小组嘛有未来期待伫小组中我要以足热诚的心我来学习我来分享主的话都是信仰上大的基础做完会当经历主的恩典见证注意奇妙的作为透过这个关怀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带导成做一家人我嘛期待阮的台市区会当变成有影响力成做福音的管道收我的灵魂转来主的家阮所重视的毋是看会到的，是迄个看袂到的，因为看会到的都是暂时的，看袂到才是永远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最后，我要将这荣耀献予阮就听阮的上帝感谢大家。纯净拒绝了很多年伊讲我无你遐厉害啦，你要叫我做小组长，爱像你遐厉害。我讲毋是毋是，你若来做小组，你会比较较厉害。安尼有厉害无？有大家甲拍破一下好。我们请丽英小组长。牧师、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丽英。最近听到很多人得到癌症有些人得到癌症会痊愈，有些人不会。然后我就常常在思考一件事，在癌症治疗走过第11年，每一次我坐在这个肿瘤科的诊间，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哭泣，有的人叹气，大概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平静的坐在这边候诊。我常想起保罗身上的刺，就像上帝放在我身上的刺一样。癌症治疗后有一些后遗症，但是我想这些后遗症也时时提醒我，紧紧上帝在我身上的医治恩典，更努力的跟随神，更努力的运动，也更努力的让自己活得美好。上帝给我癌症之后的生命，神没有一下子取走我的生命，让我体会化疗与放射治疗的感觉。上帝白白的恩典在我身上，一切的发生，我想都不是突然的。就像我的母亲常说，上帝给你机会好好的活着，你要做什么呢？不要以为癌症不会再发生，既然又多得一次服侍神的机会，就要好好服侍，好好的做见证，要不然怎么能不好好把握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呢？在刚刚好的时间点，上帝给我机会当恩典小组的小组长。神要我在恩典小组做什么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不是属于教导型、领导型的人。我想人都是软弱，总是有许多借口。我已经浪费了前半生，那我就在想，那我的后半生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听道、信道、行道，与神与人的关系都要有所突破，这是我给自己当小组长的期许。上帝非常的爱我，给我很多的恩赐。我想运动，上帝就给我机会去学习赞美操。我想训练口舌，上帝就给我机会去做手作老师。我想服侍神，上帝就叫我去做小组长。许多的机会是我做了10几年的家庭主妇所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拣选的人，在我观察都不是很厉害的，都是愿意为神摆上的人。人的时间有限，你不知道哪一天又回到生病的那一天，想起上帝问我，孩子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健康可服侍的时间，不要在生命的末了才觉得自己在这一生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回头太难。但是感谢主给我回头的机会，让我可以服侍，不枉费神给我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才会想把小组的名字取名叫做恩典小组。希望每一个来到恩典小组的人都能够感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在教会有归属感，有平安、喜乐与永生的生命，归荣耀给主。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2位因为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他们是用录音的方式我们请
主任帮我们播放好吗？好。我是平安小组长素珠，因为家庭的缘故，没有办法参加现场的见证祷告会，只能用这种录影的方式与大家来分享见证。感谢主。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美英区长的来电告知，原本第一小组台语牧区的组员，如果没有小组长要承接，就要把组员分配到各组。但第一小组是美英区长的本家，他舍不得这个小组被分散，于是就打电话联络我，是否可以接第一小组的小组长。恰巧我刚好回彰化娘家，再加上讯号差，他联络不上我，区长就不管3721，替我答应承接第一小组担任小组长。当我接到这个信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瞬间不知道如何去执行这个职务，于是我祷告，祈求神为我开路。当时第一小组的组员几乎是挂脸不认识，该如何来重整第一小组呢？当我毅然决然接受这个小组长的职务，神让我经历了奇妙的恩典。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首先，我就从列名单开始建立小组。第二，透过肢体的关怀。第三，透过采访增进彼此的关系，从无到有。后来也将第一小组改为平安小组，也感谢喜乐恩典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的参与与支援，让平安小组的组员渐渐的稳定下来。目前稳定聚会的组员大约有8到10人。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欠缺的神会一一的加添。感谢神的眷顾保守，新的一年也即将到来，求神能够带领平安小组前面的道路，赐给我谦卑受教的心，顺服神的旨意。今天的见证我最后做了5项的总结。第一，要有门召的决心，不论困难再大，都要紧紧的依靠神，奋力向前。第二，做人榜样，要特别在关怀牧养、传扬福音，以爱待人方面做榜样。第三，成为大能的勇士，要成为属灵精兵，看重祷告、属灵充满与传福音。第四，建立信心，信心是相信神的旨意，要将信心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第五，以良好的品格待人，待人要和气、有礼貌，乐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人。哥林多后书9章8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行各样善事。感谢神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盼望、爱心、顺服、圣洁的生活与主同行，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小组。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谢谢。牧师、长子以及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上礼拜五，我区长纯净、素珠还有朱慧杰在 RPG 祷告完，区长突然抛下震撼弹说：“我是岛长，下星期3轮到台4区祷告会要做见证。”虽然当时我脑筋一片空白，但我仍顺服答应。圣经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上帝不喜欢我们残卷在过去，打转无定向。过去我虽处过高山低谷，坎坷难行，如今上帝在我
乳癌开刀，正在等候事实，天使显现告诉我：恭喜你，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现在你已是新造的人了，所以昔日的段落已和现在划清界限。现在所存的是凡事感恩。从我退休后，刚好女儿的小儿子宇伦出生，他也正筹划要开 7， 我就带婴儿回到桃园照顾。不料2年后，女儿婆婆病危，大孙子佑荣他从幼儿园回来没人陪伴，我就无奈辞退热爱的圣歌队小组长，搬到土城。在这几年开始，我就开始为2个宝贝能在教会主日学扎根。这些年，我若没回迦南，就是到土城灵粮堂带孙子一起守主日。直到佑荣决定就读某所国中时，上帝已开始做工，为我搭起桥梁。灵粮堂有位简称哈哈传道，他就是笑脸迎人，很有亲和力。正巧他的大儿子也跟佑荣同所国中，就因这个因缘，哈哈传道把这2孩子牵线成为好朋友，互相研讨课业。有时候我回迦南就担心孙子和主日学又脱线，传道在跟我闲聊时，他要我不用担心，他会请他儿子来家里带2个宝贝去教会。3个月来，每礼拜5传道就为我家庭来祷告，隔周5又轮流到女儿6家门市去做行军祷告。孙子现在也较稳定在教会了，我总算卸下积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常年来，我一直为3个儿女能够让他们早日回到起初爱主的心，能有属灵天使带如浪子般的儿女们回到主的羊圈里，这是我余生最大的心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感谢主，看到刚刚听到很多的见证，你们说他们是临时的吗？我觉得他们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尤其是素丽姐，我跟她讲完，她马上大概不到半个钟头就传给我了，还说她脑筋一片空白，哇塞！好，那我现在听到这样的见证，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我不用说太多，我就想说我们现场不晓得有没有姐妹们有感动的我们再给一个好不好？一位，就是你你已经预备好了呀？你预备好了吗？那个其实是应该从很早之前神就在预备我那个想跟大家分享既然是跟小组跟区有关这里很多人认识我也在外面流浪离开迦南之后，到行道会也好，或到桃园堂也好，其实我再回到迦南，我很久没有参加小组，因为什么？我一直在想，包括去到其他教会，想找一个同质性小组。什么叫同质性小组？我说，因为我是科技人，所以我要找一个科技人小组。所以我回到教会之后，我姐再邀请我说：“你要不要来参加小组？”我说：“你们小组是什么样的组成？”对，家庭主妇、退休老师，还有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些很棒的妇女。但是我想，不是科技小组。然后那个敏哲长老在吗？敏哲长老，你还记不记得我回来没多久跟你在聊什么？敏哲，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成立一个所谓的科技小组？那么科技人嘛，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意识到科技人怎样很了不起，我没有去意识到很深的这个意念，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科技人才好沟通嘛，因为同质性，我认为是同质性理所当然。可是呢，一直到有一次庙还是不厌其烦的邀请我说那一天也很奇妙，好像就一个声音说去，我就说好去。然后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一看真的是退休老师啊，然后要不然就退休的妇女这样。然后那一天我还记得是联合聚会，联合聚会的时候，我听到姐妹的见证，有2位姐妹的见证是完全跟科技搭不上关系的2个姐妹。我听完他们的见证，那个怎么样遇见神，然后生命怎么被改变，你知道吗？我听完马上我心里想，主啊，我向你认罪，因为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可是神却带领，其实是用这一些这么棒的姐妹，刚刚有这么棒的小组长他们的分享，姐妹的分享，其实那时候是让我真正看见耶稣的生命怎么样改变人。所以呢，意思是什么？耶稣在他们里面活着。我跟主说，主啊，你赦免我，因为我用世俗的眼光来挑选肢体，我用世俗的眼光，而不是主你要我去哪里。所以我感谢主。那我所谓科技的小组啦，就是隐藏的这种自我中心，自以为了不起但是神却预备了一个区，这么一些小组，让我学习谦卑，而且看见基督的爱。在这一区，这些小组所有的姐妹，很奇怪，弟兄好像不多对，好像弟兄很少，奇怪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看见姐妹们对主非常单纯的信靠，而且生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我觉得这个生命被主改变的这种光芒，是比世上世俗任何的专业背景都要来的尊贵。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要讲我好难得进入，因为以前都一个人没有进入到小组。大家知道圣经提到仇敌的名字，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群。他有个名字叫群。那意思是什么？仇敌都是一尊一尊啊，一群一群的。那打群架，我们属神的儿女，怎么可以像我这样躲起来呢？跑在旁边，觉得自己怎么样？所以神也在呼召我们，如果在线上包括线下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小组，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大家要回到小组，因为我们要打群仗。上个礼拜牧师讲说要怎么样起来建造，起来建造是一群人，还有今天的晨祷的时候也在建造这个城墙，是这么多人，是群，所以我们必须要群，包括祷告会要群聚，我们要群聚来祷告，我们要群聚来服侍，群聚一起在主的面前得主的赏赐。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还有一点点时间要交给牧师赶快说。刚刚林校长有提到小组弟兄比较少，可是我今天看到我们弟兄很多呢。弟兄请站起来。弟兄请站起来。很多很多，你看没？哇，我们为这些弟兄鼓励希望我们下次坐满满的好不好？好，真的感谢神我们感谢我们台市区我原来在上次看到集会长老那个他们台山区的见证会的时候，我惊到皮皮喘准备这些怎么办呢？他准备的沙发准备成一大堆怎么？我等于讲安讲要安怎我困不起啊，结果没想到没有我讲话的余地了好，那所以我还是把握时间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数算恩典的时刻，我们盼望教会有期待更多人起来接受小组长有人去跟你讲的时候
都免管你3721就个答应都去对啊，就是安尼过来就是讲，我们感谢区长老还有我们的区长能够包容我了第一届做区长较袂晓你拢甲我斗相共安尼谢谢你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让台市区成为充满上帝爱的大家庭，让你和我都因为爱的缘故，能够多陪他人多走一里路。在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在那个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段话当中，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自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平安喜乐归给大家。好，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今天的见证会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献给你，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看顾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自己不够好，或是自己不够努力，或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每个人，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因着信靠你，生命就能够有盼望。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样温馨的时刻，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请起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是咱每一个人牧者，带领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刚才延秀长老在分享科技小组我觉得我们每个小组都是科技小组，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上帝的话刻在心上，然后记在心里。阿们。所以大家都是科技小组。阿们。所以你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可能听到中文就是像是讲英文AI 小组。我在想一个 AI。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台市区的见证分享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小组长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那虽然有的小组长
时间比较短，有的小组长很久，但是长跟短，我相信在上帝来看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传承，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上这个领袖高峰会，你离开了这个服事之后，或是离开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让这个团体、让这个小组变得更好？所以我相信也是我们能够在小组当中，能够找到更多弟兄姐妹起来一起建造、一起服事我们要来为几件事情来进入公祷。首先为我们的世界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刚刚今天结束在黎巴嫩3天的访问，那他也呼吁特别在中东地区停止攻击与敌对的行动。我相信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是否愿意把这样的真理能够向全世界来诉说，特别在中东战火地区也急需要用新的方式来追求和平。也求主能够垂听，不是只有教宗，只有天主教徒，也是我们基督教徒的祈祷，能够用真理来建立一个公义和平的世界。第二，也为日本首相这个叫做高市早苗到高雄的市场找什么早苗他的一个挺台的言论呢这个一直在发酵甚至还有讲到这个旧金山合约的事情旧金山协议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世界也在发生特别纽约时报也说日本让世界正视台湾那在我写的这个公祷事项完之后，又看到新闻说，川普总统也签署了一个这个法令，就是对台湾要保持这个积极的这个关系好，那我相信上帝在调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的领袖，他们大可以不要去惹怒中国，大可以不用去管这趟浑水但是因为台湾人的努力，台湾人的敬业，台湾人的这个台积电，让全世界都觉得台湾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求主来维护台湾这个2300万人民的主权，不受到威胁和吞并。第三，我们为桃园特别是在桃园机场第3航厦，那已经在昨天开始试营运，那也求主能够带动整个桃园。特别是航空城，或是大园乡，或是整个桃园市城乡的发展。桃园现在有230万的人口，有求主能够带领，能够得到完善的生活机能和照顾。我们这段祷告邀请米原执事来带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心为世界、国家与我们的城市向你呼求，主啊，求你怜悯中东，使攻击与敌对止息，让领袖以真理、公义追求和平，医治黎巴嫩与周边地区长久的创伤，使那地重新看见盼望。我们也祈求台湾面对国际紧张的局势，求你保守台湾的主权与安全，护佑这2300万人民，使我们不被威胁。愿你赐智慧给掌权者，使台湾在列国中成为你从俄而来的光与祝福。最后，我们要为桃园做祷告，求你保守第3航厦试营运一切顺利，也带动城乡有更好的发展，使桃园市民在交通、医疗跟教育照顾上面都享有很完善的生活品质。愿桃园成为你同在与祝福的城市。主啊，愿你的平安临到这个世界，愿你的手护佑台湾，也建造桃园成为有盼望的地方。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在这个主日要来举行长职的就任式，特别我们有新任的新选出的长老和新的执事，那都非常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
好，那我们为这些新任的长职，求主来坚定他们的信心，能够与主来同工。那我们也要感谢退任的长老、退任的执事，在过去的任期当中的辛劳还有服事，求主来纪念。第二，我们也为待降节期跟圣诞节期当中，在教会还是有各项的外展事工，不论是到这个长照中心，或是说我们有到闽盛医院，还有到桃园荣总，那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来圣诞节的报佳音，都能够求主来加添智慧与能力。包括我们在12月20号有这个圣诞晚会，21号有这个圣诞的赞美礼拜，那么在12月24号礼拜3有这个平安夜的祷告会，那也在平安夜的祷告会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这个教会的周围分2队出去报佳音，然后再回来教会。那也求主能够带领让各样的事工、服事同工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并且能够领人来归主。第三，我们也为台4区今天在这里见证分享的每位同工，包括区长、组长，还有每一位组员来代祷，也求主来兼顾每一位牧养的同工，使他们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也能够喂养主的羊，来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为我们要这段祷告要请陈汉执事来祷告，而且从神开口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为本主日即将举行的长职就任式来祷告，求你的大能亲自兼顾新就任的长职同工们，使他们的心有从你而来的信心与智慧，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与你同行。也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弟兄姐妹的扶持，更是在主你所拣选他们的职分上，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为你圣工所用。我们也要为即将退任的长职同工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神预备这群愿意的同工来到我们当中，求主亲自纪念他们的付出和摆上，使他们的服事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最美的礼物和恩典。所以我们要来为待降节以及圣诞节期当中我们的外展事工来守望祷告，求你在我们当中动工，使每位同工都被你的圣灵充满，有从你而来的创意、能力还有谦卑的心来预备这些事，让耶稣基督的爱透过我们能够触摸到更多的人，能够感动我们去到的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场，或是我们学校当中，或是我们在社区所接触到的人，使这个季节是得人的季节，使这个季节是让更多人来遇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救主的季节。所以我们要为台4区的区长、组长以及每位组员来祷告，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在牧养以及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能够穿戴主你所赐的全副军装，能够站立得稳，不被环境的患难动摇。也求你加添他们的信心，他们能够在小组当中彼此带领、彼此相爱，将耶稣的爱从小组里面活出来。主啊，将他们交托在你手中。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们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感谢主啊，让我们教会有这些的长职，好，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好，我们有这些的长职，好，跟着教会的每一任的牧师，好，让迦南教会的脚步能够越走越坚定。最后要为我们的肢体来代祷，好，首先要为美智姐好，那她在礼拜天的这个手术，好，那完成，但是又进了加护病房啊，因为她有这个肺部的积水，好，那目前还在加护病房当中来观察，好，那她的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好，也要再回来，好，来探望，好，也求主保守，好，那也这段期间也是美智姐的妹妹怡蓉姐在旁边来照顾，好，那愿上帝加添美智姐心力，好，让她能够胜过这些的疾病，好，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二，要为
永成小组的义圣兄来祷告。那这也是在上周外出的时候，发现体力双腿无力，回家搀扶啊。那甚至因为这个眼睛跟听力也都有受影响，也求主能够保守义圣兄都能够出入平安，也能够靠主刚强。这个礼拜我也会去探访他。那为芥菜种小组的琼珍姐他和这个黄大和弟兄他们回到美国，因为他的琼珍姐的爸爸94岁，在美国最近在家中跌倒，尾椎受伤，那也送到斯坦福医院，那在处理当中，也求主看顾这个邱发兄，江邱发弟兄能够一切平安，然后也能够身体健康，也能够让这个琼珍姐和大和兄他们要在圣诞节过后要回台的这个行程计划也都能够顺利。最后也是为淑珍的儿子沈义翰在长庚做了桥本脑炎的脉冲治疗那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那要做1整周的治疗。那还有是赞美小组的美秀姐，膝盖发炎，行走困难，也求主来看顾保守，也能够得到医治好，那我们除了为这5位的弟兄姐妹，那也可以为我们在小组当中，或是我们家中，或是我们身边肢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守望，为他们来祷告，求上帝同在，不论是身心灵，愿主同在，以致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加拉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为着姐妹来祷告，求你来医治他，帮助他在家务病房当中能够靠主往下，靠主得胜，也会帮助义圣兄，让义圣兄他的行走，他的眼睛能够听力，主也求你的保守义圣兄的脚步能够平安健康，也保守求真的爸爸江楚发弟兄，主要是他能够在美国的住院检查都能够出入平安，满有神的恩典同在。还有为着神的遗憾，还有为着美秀姐妹，求你继续我们保守，主要是把我们的眼界定都交到你手中，愿神你亲自同在，保守平安，主要身心灵都能够健壮，出眼蒙福，入眼蒙福，在主面前的祷告祈求，祷告也不见祈求。加拉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垂听祷告的主，在人所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主啊，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长的灯火你不吹灭。主啊，求你特别眷顾在身心里遇到软弱的弟兄和姐妹，不论是我们列在这里代祷，或是没有列在上面的弟兄和姐妹，他们身心灵的需要，身心的软弱，主你都知道。主啊，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同在，也能够在每位肢体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捆绑一切的疾病，来捆绑一切这些使人生病的这些细菌、病毒，还有这些恶性的肿瘤。主啊，来离开神你的百姓，来离开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要奉主的名来释放神你的健康，神你的生命，还有神你的医治的泉源，要使你的儿女从他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要涌流出来，有圣灵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主啊，让他们不上当，也不惧怕。主啊，让他们知道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求你来赐福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使他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能够凡事兴盛。主啊，使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要在我们仇敌的面前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能够福杯满溢。主啊，我们的一生一世有耶和华的恩惠慈爱要随着我们，我们要住在耶和华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也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在穷寡妇2个小钱的奉献，主你也必定要纪念。虽然我们有的有限，但是神你是无穷的神。主啊，我们要再次把各样的祷告事项、各样的祈求的事项
都要交托在主的面前。愿上帝你垂听我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垂听我们在迦南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所献的祈祷。主啊，垂听我们在这个地方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上帝你亲自来成就。主啊，因为你是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主啊，你要为我们带领前面的道路，用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坚定我们的心，坚定我们与你的关系，坚定我们永远在主你的家中能够彼此的相爱，来见证荣耀主你的圣名。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好喜欢哦，跟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我们都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我们都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我们开场把荣耀归给耶稣，献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最后一起用主祷文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我们彼此祝福，彼此握手，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大家平安。